開始之前，請幫手訂閱，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俾你嘅親朋好友睇下啦。你嘅支持係我哋繼續做影片嘅動力。中國第三艘航母兼首艘自主研發電磁彈射航母福建艦於11月5日入列，舷號18嘅福建艦停泊在海南三亞一個軍港。中國自主研發首艘航母山東艦亦在碼頭另一側。國家主席習近平向福建艦入列授旗，2000名官兵出席咗儀式。軍容整齊，場面莊嚴而肅穆。升國旗後，儀仗禮兵護衛着8一軍旗到主席台前。習主席從儀仗兵手上接過軍旗後，福建艦艦長及政治委員踏正步嚟到主席台，接受主席頒授軍旗。頒授軍旗係中央軍委向艦上官兵委派任務及使命。習主席將軍旗鄭重授予福建艦艦長及政治委員，中國亦正式踏入3航母戰力時代。2號位最後準備，裝彈好，裝置好。2號位允許起飛。在此前組織的多次試驗訓練任務中，海軍多名飛行員駕駛這3型艦載機成功在福建艦上實現起降，驗證了我國完全自主研製的電磁彈射和阻攔系統與多型艦載機的良好適配性，使福建艦初步具備全甲板作業能力，為後續各型艦載機融入航母編隊體系打下良好基礎。近年來，海軍艦載航空事業加速發展，完成了從單機到體系、從岸機到艦機、從滑躍到彈射、從能飛到能戰的巨大跨越。人民海軍福建艦完成入列授旗儀式，就可以同另外2艘航母協同作戰，構築海上長城。習主席跟住登上福建艦，了解航母體系作戰能力及電磁彈射系統運用等。佢喺福建艦甲板上向官兵了解情況。寬闊的飛行甲板上，4道阻攔索，3個彈射起飛位格外醒目。殲35、殲15T、空警600等新型艦載機依次停放。艦上官兵向主席演示電磁彈射作業流程。負責不同崗位及流程嘅人員亦會介紹自己工作。身穿多種鮮豔顏色工作背心嘅人員係戰機升空嘅安全護衛，機師及試飛人員更重要。習主席同佢哋一一握手，又同飛行員交流試飛情況，稱讚佢哋係英雄。習主席特別去咗航母塔台，了解飛行指揮和起降運作情況，佢同官兵交流新航母工作，又試坐控制席，並在福建艦航母日誌上簽名留字。航母日誌用作記錄航母航線、任務等重要資訊，被視為軍事機密。之後在福建艦控制室留影。福建艦嘅電磁彈射綜合控制站係一大核心，習主席都嚟了解。聽官兵介紹時，佢一直面露微笑。期間，佢親自嘗試按下彈射按鈕，只見甲板上空載的彈射系統組件如離弦之箭彈向指定軌道。就係呢個彈射系統大大加強數10噸戰機嘅離艦速度。睇到呢度，習主席目視艦首，輕輕點頭。佢跟住又睇咗艦上官兵生活起居艙室，了解在艦上嘅2000至3000多官兵飲食、宿舍及相關設施情況。期間亦同官兵交流，又要求後勤人員加強艦上保障。結束福建艦嘅視察行程後，艦上官兵在甲板上同艦下列隊歡送及告別主席。習近平亦在車上揮手告別。福建艦入列大大提升中國的海空作戰能力，而且新加入嘅福建艦擁有世界最先進嘅電磁彈射系統。福建艦從下水到入列只需3年。電磁彈射系統技術更領先美軍福特號。美軍雖然早在2013年5月已經將一套電磁彈射系統安裝在福特級軍艦上，但故障頻頻，至今係統擺多過用。但解放軍嘅福建艦不但成功電磁彈射3款艦載機，
而且彈射效率同穩定性都好好。正如中國軍號之前發布嘅影片，三航母時代可以探索遠洋，守衛海疆。當美軍福特號航母在服役前於747次電磁彈射中錄得10次嚴重事故後，激到特朗普早前訪問日本，向駐防美軍發表演講時，都批評美軍花幾十億製造愚蠢電動系統，用電磁彈射對抗地心引力，滿油滿載起飛，隨時隨地作戰。在遠海，這種推背感越強，我們的掌控力就越。影片仲模擬咗一段有5代隱形戰機入侵我國領空、航母艦載機升空嘅畫面。片中展現解放軍在深空深海嘅掌控力，可以俾大家前瞻三航母時代嘅軍力飛躍。解放軍利用嚴密電偵技術，將數據鏈組成一個立體防禦系統。This is Chinese naval warship. We are conducting lawful military activities. You are approaching our task group. 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支持。